再来关心政治新闻，国民党台北市这个松信区立委初选，由这个议员徐嘉欣挑战现任的立委费鸿泰，双方呢架来架去，抢来抢去，引起支持者呢会烦恼、会紧张。台北市长郑万安决定要出手协调，将两个人呢亲身介入会面，也不过引起共党的议员游淑慧的质疑，讲这款的做法实在无妥当，认为讲伊应该专心持政。郑万安有上新的回应。 我态度一直都是一样，就希望我们的初选要能够公平稳定。同时，我们在初选之后，更重要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，因为共同目标要赢得胜选。我们最重要，希望能够把支持者的心声、基层的想法，都能够让所有有意来为民众服务在公共事务的人来充分了解。那最重要，我想进入初选阶段，我们希望这个过程要能够公平稳定。 到最后，我们提出最好的候选人。徐嘉欣证实讲，拜六会甲郑万安见面，也不过时间甲地点拢无讲。对着郑万安将出面做协调，徐嘉欣是表示讲，协调应该是看双方有啥物话想要讲，想要讨论啥物代志。也不过若是干协调，是来头稍稍的懵懵的，安尼就唔免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